今次我就嚟到廣州番禺飲飲食食、行下街、睇下嘢。番禺以前本身係一個縣，後嚟就併入咗廣州裏邊成為番禺區。高鐵嘅廣州南站其實就係喺番禺區，所以嚟番禺最方便嘅就係搭高鐵。我哋搭早上10點半嘅車，車站唔算太多人，不過我哋都花咗超過20分鐘去過關。今次我哋就買咗一等座，就比較闊落，行李擺咗喺座位前面都得。車身氣溫26度，喺香港人嘅標準呢，就稍為唔夠凍啦。而速度喺香港嗰段就唔夠200公里，不過已經好快。停咗福田、深圳北、虎門幾個站，1個鐘頭左右就嚟到廣州南站。如果坐地鐵去長隆同埋南村萬博嘅番禺天河城呢，就搭7號線。我去過長隆，所以今次就去番禺廣場食啲好嘢，行下街，然後去天河城。咁樣呢，就搭22號線，車程只係需要15分鐘。我今次嚟呢間叫做知足樓，大眾點評有4.8，咁點都要嚟試下啦。喺番禺廣場呢一間係總店，佢喺天河城都有分店，不過分數就冇咁高。個裝修都幾靚，古色古香。我哋今次試咗佢 No.1 嘅古法大燒鵝，不過啲皮呢就唔係好夠脆，反而呢一個三杯雞個醬汁就好夠濃，隻雞真係走地雞，啲肉係好結實嘅。當然仲要試埋手臂咁粗嘅大油條啦，攞嚟送呢個鯽魚粥就最啱啦。油條係新鮮炸起嘅，真係好夠份量啊！而呢一個好似生煎包嘅餸呢，咁就見仁見智啦。其實佢仲有好多其他點心同餸菜，而佢個海鮮都唔算貴。食完飯就當然要行下街，喺知足樓行大概10分鐘就會到呢個永旺夢樂城。如果打車10蚊都唔使。裏面當然有一間伊昂百貨啦，個格局就同香港差唔多。個商場好大，有成7層咁多。我老闆就最鍾意行雜貨禮品鋪，呢度就有 X11啦、Top Toy、雜物社、Green Party， 仲有間都唔細嘅 KTV。可能今日唔係週末，所以就冇乜人。我諗除咗番茄口袋之外，佢都差唔多齊晒。呢間叫三福，都係一間有精品賣嘅百貨公司。喺個商場見到一個個箱擺咗啲寵物喺度，雖然啲貓係好得意，不過覺得佢哋都有啲慘。呢一間時裝店就叫做熱風，我喺深圳就比較少見，但係喺廣州佢就好多。我仲買咗對鞋200蚊人仔，你睇下掂唔掂？賣嘢食嘅就有好特賣啦，同埋一間超市。玩嘅就有呢個親子園、環遊嘉年華，當然唔少得夾公仔機啦。行完就過去酒店。係喺南村萬博地鐵站，即係天河城附近嘅奧園喜來登酒店。佢下面有個奧園商場，不過食嘢為主啦，就冇乜人氣啦。酒店就喺間商業大廈嘅頂幾層，個走廊非常之光猛，用咗淺色嘅牆同埋地氈，感覺上好舒服。
房門嘅設計都好特別。間房相當大，4個人都夠瞓。除咗有張梳化，仲有張圓台同埋凳。雖然係城市景，不過因為高層嘅關係，非常之開揚。呢度有間亞朵酒店，下邊就係一個家私城。呢一邊就係萬達廣場。呢度就係番禺天河城。另外仲有一間叫做雅致酒店，聽講幾好，我下次都會嚟試下。再遠啲有四海城同海印又一城，啲商場多到嚇親你。個淋浴間好大，亦都有浴缸。呢度門就可以打開，洗面盆隔籬仲有張梳妝凳添，都好貼心。不過就係冇智能馬桶。門旁邊有兩個大櫃，個夾萬就喺個櫃桶裏邊。茶包同咖啡嘅選擇就少咗啲啦。而且呢啲亦都唔係免費嘅。不過佢有個外賣餐盒回收箱，我都係第一次見。不過整體上都係一間合格嘅5星級酒店。一行落街過對面馬路就係呢條叫番禺金街嘅食街。聽講呢一區有超過500間食肆，真係各式各樣都有。番禺金街其實係黐住個萬達廣場嘅，呢個商場好旺，好多鋪頭，好多人。外邊睇落去就比較舊，但係裏邊嘅裝修都算 OK。行完商場，晚飯就喺萬達廣場。呢一間我喺珠海試過，如果鍾意食蠔嘅話就啱啦。最後我哋揀咗食海鮮，佢喺門口擺晒所有海鮮出嚟，避風塘蟹就99蚊一隻，仲有好多其他選擇。例如花甲、扇貝、帶子同埋內地好興嘅羅氏蝦、蠔、魚等等。不過帝王蟹就唔平啦。我哋叫咗個2人餐，258蚊。先嚟2杯竹蔗茅根水。花甲呢就係冷盤，不過辣辣地，好好味。炭燒羅氏蝦有好多膏。啫啫黃鱔煲同埋啫啫芥蘭煲都好夠鑊氣。
我哋另外加咗2隻生蠔，大就夠大，不過就冇乜炭烤嘅香味。最後避風塘炒蟹唔算太大隻，不過200-500兩人餐仲想點？我老闆都話收貨。食完飯出嚟行下，四海城嗰邊啲燈飾都唔錯。附近有個商場叫做旺地，但係就完全唔旺。不過我哋就去咗旺地裏邊有間叫做雲欣水乳嘅做推拿，裏邊嘅裝修都好靚。啲生果擺晒喺度，話已經清洗咗添。我哋就訂咗個2人房，相當乾淨企理，師傅嘅手勢都非常好。不過唯一唔好嘅就係你約咗嗰個時間，未必一定俾到你，可能要坐喺度等。做完推拿返酒店，望返出去，原來個夜景都相當唔錯。我就冇訂到酒店早餐，老闆話要飲茶，就去咗附近嘅廣州酒家。你睇下佢嘅裝修，就知道唔係平民嘅酒樓。呢度有好多房，係以商務客為主嘅。星期六朝頭早10點鐘到，冇乜人。點心嘅選擇就唔算太多，我哋叫咗紅米腸、鳳爪、家鄉雲針粉同埋燒賣，埋單要200幾，不過好彩點評有 coupon 攞，減咗30幾蚊，就180幾蚊埋單。其實今日打緊風，一早就落大雨，所以唯有揀一啲室內嘅活動。結果就去咗大學城裏面嘅廣東科學中心。不過打車原來係去唔到門口嘅，都要行經一大段廣場先至入到去，所以都濕晒。佢嘅外表睇嚟好似一隻眼，叫做科學之眼。佢仲係全世界最大嘅科學館。入到去你可以見到，淨係個門口嘅建築都非常之宏偉。佢有唔同嘅展館分佈喺唔同嘅樓層。我哋就先去呢個醫館，係講星辰同海洋。我覺得呢度唔淨止係小朋友嚟到會開心，連我都覺得有啲興奮。呢度有太空為主題嘅，亦有機械人為主題嘅，亦都有啲係解釋基本嘅科學概念。
仲有一個汽車館，我就試咗呢一個模擬翻車嘅遊戲。我係用緊雙倍速度播，其實佢冇轉得咁快，不過都好好玩。而呢一個就係天幕電影院，應該係 IMAX。佢仲有其他嘅電影院，例如球幕電影院，不過我就冇咁多時間睇晒啦。不過整體嚟講，呢個係一個大人同小朋友都啱去嘅地方。最後一站就係返去番禺天河城。其實如果唔坐高鐵嘅話，你可以坐直通巴由香港去天河城，個個要坐成3個鐘，我就覺得太辛苦啦。呢個係天河城嘅模型，你可以睇到佢嘅面積又好大，有接近3個太古城咁大。除咗本地嘅手機品牌，佢仲有 Samsung 同 HP。食嘢方面，亦都有好多香港嘅品牌。呢間薩莉亞嘅裝修就似乎靚過香港啦。而最後，我哋就揀咗一間叫做谷田稻香嘅砂鍋飯，叫咗個番茄牛腩煲，同埋菜，同埋豬頸肉煲。不過啲牛腩好碎，豬頸肉好少，似乎有啲將貨嘅售價。商場裏面有一間廣州購書中心。間書局分開咗好多個部分，你沿住走廊行就會見到唔同嘅主題，有大人嘅，有小朋友嘅，而呢個就係俾人坐低睇書嘅地方。玩方面，有小型賽車場、打機夾公仔，呢個成個洗衣機咁，我就唔係好知嘅係咩嚟㗎啦。其他店鋪比較有特色嘅就係呢一間。另外，當然亦有超市啦，同樣有雜物社、KTV 同埋其他禮品店。行到攰就返去番禺金街呢一間叫悅順德食下午茶。間鋪就唔係好大，但係亦都唔使等位。叫咗佢哋嘅招牌雙皮奶再加蓮子，唔係太甜，蓮子都鬆化，12蚊就真係好抵食。今次唔夠時間去埋四海城同埋海印又一城，食完就打滴滴去高鐵站。呢2日嘅行程就用呢碗雙皮奶嚟結束，多謝大家。